截至7月11日下午最新中央气象台实况播报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再度出现强度反复横跳，凌晨刚重回14级强台风，中午又回落至13级台风级，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，距离浙闽交界仅剩325公里，正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高速扑向我国海岸线。风云4号卫星实时云图清晰可见，它的完整云系横跨上千公里，7级风圈已经提前上岸，浙江南部、台湾北部沿海海面已经掀起5至7米巨浪，浪高堪比5层居民楼。宁波、温州、宁德全域已经拉满，台风橙色预警，浙江全省更是直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最高1级，全面启动停工、停课、停业、停运5停防控政策。中国网更值得所有人警惕的是，这场台风绝非只影响沿海，它庞大的低压涡旋登陆后不会快速消散，会一路北上，横穿14个省区市，